来看2022年9合1选举的期间，婚姻关的议员蔡英德涉嫌伪票案件是由婚姻关的调查官陈文维负责。也毋过，陈文维调查官使人另外一案，向爱一个被告做假证，讲婚姻关长张丽雪冒送地米伪票。婚姻地检署伫顶个月30以涉入国防以外秘密罪，佮有使人做假证等罪嫌，甲这个调查官提起公诉。 婚姻关调查站前调查官陈文维顶年9合1选举期间，调查机关蔡英德贿选案件时阵，竟然涉嫌叫另外一个贿选案在案的其他被告出庭做假证据。幕后蔡英德和共阵营的婚姻关长张丽仙也牵涉到送地米买票等等，专程放录音，落尾也放检举调查。本案曾调查官涉嫌泄露国防以外秘密罪及教唆伪证等罪嫌。 本署经侦办后，依法予以提起公诉。婚姻地检署表示，调查局中期站接到检举了后，遂进行调查。初次侦查的时阵，陈文维否认犯案，加上证据不足，处分无起诉。落尾专案送高雄高分检再议，分检第2届侦办了后，依照录音档认定陈文维确实有叫人做假证据，也有涉别情形。 我想称为这个是一个个案嘛，哈，它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了哈。那我相信大部分的司法人员还是秉公处理的哈，还是维持独立的一个司法办案的哈。那我们不希望现在的司法沦为政治操作的工具啊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哈。 张丽仙表示，这背后敢是有中间人或者是有人伫遐操作，值得关注。希望民主国家选举会当用公平公开的方式来竞争，避免类似案件再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